们县级的某议员在网络上有这个不当的言论指责说本会有这个场景被我们所谓的某党的代表会这些代表们把持造成所谓的这个公所跟代表会的这个议政论事不和谐的一个状况在这边彰化市民代表会沈主席以及我们的郑庆龙副主席以及所有代表，大家提出强烈的这个谴责请这些不当言论停止做这样的臆测指责。代表会在这一任我们陈文彬主席的领导之下那代表会议事都很和谐，那跟公所之间的沟通管道也很顺畅。代表会只要针对公所提出的这些建设案只要是符合我们市民的福祉，代表会一定全力的支持，并且也会发挥我们监督的力量。不当的言论表示非常的遗憾事实上咱彰化市公所甲代表会是拢真理性的沟通咱拢无分党派针对建设的部分，咱从来无伫议事殿堂做任何政治的对立到目前我就任以来，我相信代表会该对的事情他们就支持所以大家都很理性的在问政无所谓的政治恶斗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要还给代表会一个公平我相信代表会是全面的嘛，不是某一个政党的何况坦白讲直接讲国民党的代表会嘛不是多数少数我相信安尼讲是无公平所以我想大家要回归理性，做政策、做建设的讨论而不是做那些不当的猜测、揣测来攻击我们代表会，这是非常不应该的。